高仙電影有限公司 A No Ceiling Film Production。晴晴啊，晴晴，我真係好期待見到你啊！阿晶同初生女兒晴晴沖涼玩樂。哦，邊個？天蒙光踩單車返工，同梁家一齊慶祝鮑奕健。媽咪，你睇下對眼睛幾有神。保姆薰衣協助。阿晶喺西餅店整麵包，老公為咗你哋幾辛苦都值得。你又專心照顧屋企，其他嘢咧你唔使擔心，我養你。阿晶半夜泵人奶，老公大覺瞓。BB 健康院檢查2個月呢度係月晴嘅體重，即係喺100個同齡嘅 BB 入面，月晴嘅體重係第10輕。知己工人咧唔想湊個細路咧，就可以話you can terminate me，但係我哋係唔得㗎，我哋乜都做得到，乜都做得好，冇得 terminate都冇得 off。奶奶你啲奶唔得咯，佢又唔肯飲，又食唔肥佢，都唔知係咪你啲飲食有問題。人奶倒瀉一地，阿晶絕望。啲 B B 啲嘢永遠都係得我處理，得我緊張咧。我子宮有啲奶喺你度，我改變唔到嘅喎。阿晶逃亡咁拼命跑。東京電影節、釜山電影節、金馬影展參展作品，主演譚善言、盧鎮業。雲層間透現晨光，面容憔悴嘅阿晶抱女抬頭望天。其實你點解要結婚生仔？片名苦讀筆，陳小娟作品。隨時隨地口述影像，香港盲人輔導會全力推動。口述影像版本由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文創產業發展署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。鳴謝高仙電影有限公司、無際電影製作有限公司。